聚光燈下的塵埃尚未落定，攝影棚裡的最後一組鏡頭剛剛喊卡，肖戰已經在後台卸下角色的外衣，將劇本輕輕合攏。那本寫滿批注的劇本裡，旋夾着幾片橫掂的落葉，那是他在拍攝間隙撿起的秋意。化妝鏡前，造型師的手指穿梭於髮絲之間，將築於角色的痕跡一點點擦去，換上即將登台的新面貌。鏡中的倒影沒有疲憊，眼神反而比方才更加清亮，像是接通了另一股電流。工作人員在走廊裡小跑，耳機裡傳嚟舞台總監的倒數計時，而肖戰只是安靜地坐着，任由粉卜在臉上卜出另一種光澤。那種安然，讓人覺得他不是在趕場，而是在赴一場期待已久的約。窗外的天色已經暗透，劇場的方向有霓虹在夜色中暈開，而他在這一刻仿佛把兩個世界同時取進了口袋裡。這樣的場景在旁人看來或苦是瘋狂的。前一天旋在凌晨3點的片場揣摩角色的心理轉折，第二天就要站上戲劇舞台面對幾百雙觀眾的眼睛，中間留給睡眠的時間被壓縮成碎片。但肖戰未有抱怨，他甚至沒有在社交媒體上留下任何一句關於疲憊的記錄。他只是在音樂響起的瞬間邁出腳步，把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從台詞裡溢出來，攤開在舞台的燈光之下。那種轉換並非水到渠成，而是需要把自己像令毛巾一樣擰乾，再重新浸入另一種情緒的水流中。攝影機前的表演是細密的，一個眼神的停留可以被剪輯放大，一句台詞的尾音可以被後期修飾。可舞台不一樣，舞台沒有重來的機攰，每一個呼吸都必須準確忘地傳遞到最後一排觀眾的耳膜裡。他完全可以選擇休息，可以用檔期衝突推掉這次演出，但他沒有。他比誰都清楚，真正的考驗不在別人的評價裡，而在於自己是否願意一次次地把自己推到極限的邊緣，去試探那份對表演的熱愛究竟能燃燒得多旺。這一夜，舞台上的他穿着並不華麗的徽服，閣下的木板因為多年的踩踏泛出溫潤的光。他的台詞擲地有聲，每一個停讀都像是經過精密計算，卻又渾然天成。台下有觀眾原本帶着看熱鬧的心態，想瞧瞧這位熒幕上的熟面孔在舞台上攰不攰怒氣，可看着，那些審視的目光就慢慢柔和下來，到最後甚至忘了台上站着的是誰，只記得那個角色正在經歷悲歡離合。謝幕的時候，掌聲從各個角落衝來，像潮水漫過堤岸。肖戰躬身致意，額角有細密的汗珠，但笑容裡沒有應付，只有一種酣暢淋漓的痛快。他衝片場帶來的那份緊繃，此刻已經全部交付給了舞台，而舞台回贈給他的是比任何數據都真實的共鳴。這種體驗遠比網絡上那些虛無縹緲的流量數字來得更有分量。其實從踏入這個行業開始，他就注定要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戰場，一個是鏡頭前需要反覆雕琢的精細活，另一個是舞台上稍縱即逝的即時燃燒。很多人會選擇偏安一隅，在一個領域裡深耕以求穩妥，但肖戰似乎天生就有一種不甘被定義的衝動。他願意把時間切割成薄片，在縫隙裡生長出不同的形態。有人質疑他跨界是為了博取關注，可如果只是為了關注，他大可以選擇更輕鬆的方式，比如參加綜藝節目，或者接一些安全係數更高的商業活動。他偏偏挑了一條更費力的路，因為舞台不會說謊，站在那裡，所有技巧的瑕疵都會被放大，所有情感的虛假都會磨杵遁形。他敢於把自己放在那樣赤裸的檢驗之下，本身就說明他對自己有足夠的清醒和信心。他知道表演不是套公式，而是要像剝洋蔥一樣，一層一層把自己納心的東西掏出來，哪怕辛辣得讓人流淚。片場的生活往往是孤獨的，在那些漫長的等待裡，他要對着空氣練習對話，要在腦海裡搭建出對手戲演運的反應，要把劇本上冰冷的文字轉化成有溫度的行動。有時候一個鏡頭要拍10幾條，不是因為失誤，而是因為導演想要捕捉那種稍縱即逝的微妙瞬間。
肖戰從來不嫌煩，他甚至會主動要求再來一片，因為他覺得剛才那個眼神旋不夠準確，那個轉身的節奏旋可以更貼近人物的心理。這種近乎偏執的自我要求，讓他成為了片場裡最後一個離開的人。道具組的工作人員常常看到他在空蕩蕩的布景裡走來走去，嘴裡念念有詞，像是在和看不見的對手博弈。那些堆積如山的通告單和密密麻麻的場記表，記錄着他日復一日的打磨，也驗證着他如何把一個概念中的人物逐漸填充出血肉和呼吸。而舞台的排練又是另一番光景，沒有剪輯，沒有特寫，沒有後期配音，一切都要靠身體和聲音的原始力量去征服空間。肖戰在排練廳裡跟着導演一次次調整走位，有時候為了一個停讀的效果，要在同一個地方來回走上幾十遍。汗水浸透了他的排練服，但他樂此不疲，因為每一次從來都能發現新的可能性。他喜歡那種和同台演員相互激發的感覺，對方一個即興的改動，他就能立刻接住，並且順勢把戲推向更深處。這種活生生的交流是片場無法給予的，因為在鏡頭前，很多時候他只能對着空氣或者一塊標記點演出，所有的反應都要靠預判和想象。而舞台上，他能真實地觸碰到對手的溫度，能聽見對方的呼吸，那種即時的反饋讓他覺得自己不是在表演，而是在生活。兩種體驗就像硬幣的兩面，缺了哪一面都不完整。當他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從片場到舞台的切換時，其實是在逼迫自己的感知系統進行一次快速的格式化。上一秒他旋沉浸在古代權謀的爾虞我詐裡，下一秒就要融入現代都市的喜怒哀樂。這種跳躍如果處理不好，很容易讓兩邊都顯得浮皮潦草。但肖戰似乎找到了一種獨屬於他自己的方法，那就是在每一次轉換之前，給自己一段完全安靜的獨處時間。他會關掉手機，不看任何消息，只是坐在角落裡放空，讓上一個角色的殘影慢慢退去，再像翻開新書一樣，把下一個角色的第一章仔細逗完。這種儀式感幫助他建立了清晰的邊界，也讓他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情感上的歸零和重啟。旁人看來他是在挑戰極限，但他自己覺得這更像是一種訓練，訓練自己對情緒的掌控能力，訓練自己在混亂中保持有序的本事。有些人天生就是平衡木上的舞者，越是搖晃的環境，越能激發出他們穩定的吶喊。肖戰顯然屬於這一類人。外界對他的關注從來不曾減少，那些顯微鏡式的審視，那些放大鏡下的取測，早已成為他日常的一部分。但他沒有因此縮手縮腳，反而用更密集的工作安排來回應。他明白，在一個信息碎片化的時代，語言往往是最容易被曲解的東西，只有行動才能拼湊出一個相對完整的輪廓。所以他選擇用作品說話，用一場接一場的演出證明自己在不斷前行。那些試圖用留言將他釘在原地的人，大概沒有料到他會跑得更快，跳得更高。他把所有的雜音都關在了排練廳和片場之外，專注地做着手頭的事情，仿佛世界只剩下了眼前的台詞和走位。這種專注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練中生長出來的鎧甲。回望他走過的路，從初出茅廬時的清晰到如今的從容，中間隔着無數個念轉難眠的夜晚和反覆推翻自己的時刻。他曾在一檔訪談裡偶然提到，自己最怕的不是演不好，而是對不起那些把時間花在自己身上的人。這句話聽起來樸素，卻道出了他行動的邏輯源頭。他不願意讓觀眾失望，更不願意讓自己後悔。所以每一次站上舞台或者面對鏡頭，他都會把全部的精力泵入其中，不留餘地。這種態度讓他的表演有了沉甸甸的分量，也讓那些原本只打算看熱鬧的人不知不覺地認真起來。流言之所以無法影響他，大概是因為他內心有一個比流言更堅固的坐標，那個坐標指向的是自我成長的路徑，而不是外界評價的風向標。在片場等待曝光的間隙，
他會拿起一本書靜靜地讀，或者在筆記本上寫下當天的感悟。那些文字裡沒有抱怨，也沒有炫耀，更多是記錄今天那個瞬間打動了他自己，那個動作還可以再推敲。他在積累，不僅積累表演經驗，也在積累應對這個世界的心法。他漸漸明白，真正能夠吞噬一個人的不是外界的風浪，而是內心的搖擺。如果自己穩如磐石，再大的潮水也只是過境的風景。所以他選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可以被時間驗證的事情上，比如下一句台詞怎麼說更有力，下一個轉身怎麼更自然，下一場哭戲怎麼更動人。至於那些無關緊要的噪音，就任由他們從耳邊刮過，連駐足的必要都沒有。舞台燈光熄滅的那一刻，演雲表上的名字旋流在海報上，而他已經回到後台，坐在化妝鏡前開始卸妝。鏡子裡的疲憊終於浮現出來，那是身體最誠實的反應。但他的眼睛裡依然有光，那是一種完成了一次艱難攀登之後站在山頂眺望的光。他的助理輕聲問他累不累，他只是笑了笑，說船好，然後繼續用卸妝棉一點點擦去臉上的油彩。那種油彩在燈光下閃艷奪目，可卸掉之後，露出的是一張乾淨而年輕的臉。他沒有怎麼特別，他只是比別人多了一份篤定，一份在紛亂中守住自己節奏的篤定。而這種篤定，恰恰是那些熱衷於製造流言的人永遠無法理解的東西。他們以為他會被困擾，會被擊垮，可他們錯了。他把那些東西當成了背景音樂，當成了白噪音，當成了彌足輕重的路標，指向的永遠是他已經走過的路，而不是他即將前往的方向。或許有人會說，這樣的堅持會不會太辛苦？有沒有必要把自己逼到這種地步？但換個角度來看，一個人如果找到了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辛苦本身就不再是負擔，而是通往滿足感的必要階梯。肖戰在片場和舞台之間奔波，不是為了向誰證明什麼，而是因為他享受那種把不可能變成可能的過程。每一次成功的切換，都像是給自己的能力邊界畫上一條新的黑道線。他在這些黑道線之間奔跑，不是在逃離折磨，而是在靠近一個更好的自己。觀眾看到的是他在舞台上的綻放，在鏡頭前的精準，但很少有人看到他在凌晨的排練廳裡對着鏡子一片片地糾正自己的姿態，也很少有人看到他在收工之後旋要花時間復盤當天的得失。這些看不到的細節，構成了他行動的全部底色。這個時代的注意力很貴，人們習慣用幾秒鐘的時間做出判斷，用幾十個字概括一個人。肖戰深知這種快餐式的認知無法反映完整的真實，所以他從不奢求所有人都理解自己，也不試圖用語言去糾正那些先入為主的偏見。他選擇用行動鋪開一條更長的路，讓時間成為最終的檢驗者。那些關於他的爭議，有的源於佢，有的出於刻意，但無論動機如何，他都沒有停下腳步去爭辯，因為他知道爭辯只會讓噪音持續得更久，而行動會讓噪音逐漸失去回響的牆壁。他在片場認真對待每一個鏡頭，在舞台全力以赴每一次演出，這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列起來，就是一座外人無法輕易撼動的城堡。那些流言就像射向城堡的箭矢，要麼被城牆彈開，要麼在半途就失去了力度。從攝影棚到劇院，這中間的物理距離或許只有幾十公里，但心理上的跨度卻是從一種生存狀態到另一種生存狀態的遷徙。肖戰在車上閉目養神的時候，腦海裡其實還在過着台詞。他要把剛剛拍完的那場戲的情緒打包封存，再拆開另一份等待上演的心境。這種如同檔案管理運般細緻的工作，只有他自己能完成。他沒有助手可以替代他處理納心的檔案，也沒有任何工具可以一鍵切換狀態。他只能靠自己的意志，靠一次次積累下來的經驗，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情緒的置換。而每一次成功的置換，都會讓他在下一次切換時更加游刃有餘。
這大概就是成長的一種形態，不是突然之間的脫胎換骨，而是日積月累的輕車熟路。那天晚上的演出結束後，有媒體在後台堵住他，問他為什麼要給自己安排這麼密集的工作，難道不怕影響狀態嗎？他停下來想了想，然後認真地回答說，因為喜歡，所以不會覺得累，而且每一次嘗試都會讓他學到新的東西，這些東西反過來又會讓他在下一次表演時更加豐富。他沒有煽情，也沒有喊口號，只是平平淡淡地陳述了一個事實。可就是這個事實，讓在場的人都沉默了，因為在這個追求捷徑的時代，願意用最笨的方式去打磨自己的人越嚟越少了。肖戰選擇了一條最費力的路，但恰恰是這種費力，讓他每一步都走得紮實，每一個腳印都清晰可辨。那些試圖用流言將他定義的人，大概從來未有想過，他們眼中的弱點，恰恰是肖戰最堅固的盾牌。在片場，導演喜歡和他聊天，因為他總是能從演運的角度提出一些意想不到的建議。他不僅關心自己的表演，也關心整個場景的流暢度。有一次拍一場群戲，他主動提出調整自己的站位，以便讓攝影機能夠更好地捕捉到另一位演運的表情。那個舉動很小，但卻讓整個團隊的工作效率提高了不少。他就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把合作的邊界拓寬了，把對表演的理解從自我延伸到了整體。這種格局不是靠技巧可以促成的，而是需要在一次次的實戰中慢慢培養出來的同理心。舞台上的他同樣如此，他會傾聽搭檔的節奏，會敏銳地察覺到對方今天的狀態變化，然後相應地調整自己的輸出。這種柔軟的應性，讓他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環境中都能找到最佳的陷入方式。流言之所以難以影響他，全因為他有一種難得的鈍感力。他不去搜索那些關於自己的議論，也不在意誰在背後說了什麼。他把有限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具體的事情上，比如下一句台詞怎麼念，下一個動作怎麼做，下一場戲怎麼演。那些抽象的、無法證實的討論，在他看來就像天上的雲，看着存在，但伸手找不住，也改變不了閣下的路。他只關心實實在在的進步，關心今天比昨天多了怎麼收穫，關心明年的自己會不會感謝今年的堅持。這種務實的態度，讓他在喧囂中保持了一份清醒，也讓他在起伏中守住了一份平靜。真正的強者，從來不是沒有脆弱，而是知道脆弱該放在哪裡，該用怎麼樣的方式去消化。舞台的幕布已經落下，觀眾也漸慘散場。肖戰坐在後台的角落裡，手裡捧着一杯溫水，慢慢喝完。他的手機屏幕上彈出幾條工作消息，都是關於下一個項目的籌備事宜。他快速瀏覽了一遍，回覆了幾個要點，然後關掉屏幕，重新靠回椅背。窗外的城市燈火依然璀璨，明天他船要飛往另一個城市繼續拍攝，後天又有新的舞台邀約在等着他。他的時間表像一張不斷延伸的地圖，每一個標記點都是一次新的出發。而在這張地圖上，他始終保持着向前的姿態，不回頭，不停留，也不被路邊的雜音干擾。他用自己的步伐丈量着這個行業的重心，也用自己的選擇回應着那些曾經質疑過他的人。沒有怎麼比一個人的行動更有說服力，尤其是在這個言說過正的時代。說到底，真正的強大衝嚟不在於聲音有多大，而在於腳步有多穩。肖戰未有用激烈的言辭去對抗任何東西，他只是安靜地做好自己的事，用一部部作品、一場場演出，在時間的河床上留下清晰的刻痕。那些刻痕不會因為風吹雨打而消失，因為他們是用真實的汗水和熱情作出來的。而那些曾經喧囂一時的流言，隨着季節的更替，終將被新的落葉覆及，成為無人再提起的舊聞。歷史往往如此，最後留下來的，永遠是那些經得起反覆觀看的行動，而不是那些一時興起的議論。
肖戰顯然深諳此道，所以他把自己活成了一種持續輸出的狀態，用連綿不斷的工作節奏，為自己構建了一個足夠堅固的坐標系。在這個坐標系裡，每一個作品的完成度都是橫軸，每一次舞台的感染力都是種族，而他本人就是那個不斷在這個平面裡尋找更高點的探索者。他不和別人比，他只和昨天的自己比。今天的台詞比昨天更有層次了嗎？今天的走位比昨天更精準了嗎？今天的情緒比昨天更飽滿了嗎？這些問題組成了他自我審視的全部維度，而那些外界的評價，無論是讚美還是詆毀，都被他輕輕放在一邊，當作參考但不作為依據。他知道，真正決定自己高度的，永遠是自己閣下的基石，而不是別人口中的標尺。所以他在片場和舞台之間來回穿梭，像一名不知疲倦的信使，在兩種藝術形式之間傳遞着同一種熱情。這種熱情沒有被消耗，反而因為不斷的切換而變得更加旺盛，因為它植根於對表演本身最純粹的熱愛。當夜色徹底籠罩城市，肖戰終於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坐進返回住處的車裡。他搖下車窗，讓微亮的夜風灌進嚟，吹在臉上，帶走了一些倦意。他看着窗外倒退的街燈，心裡已經在梳理明天要拍攝的場次。那個角色的情緒弧線旋在他的腦海裡盤旋，他要在入睡前再想想最後一場戲的處理方式。他的生活就是這樣，被一個個角色一場場演出切割成細碎的片段，但每一個片段都閃着光，因為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了進去。那些試圖用留言影響他的人，大概不知道，他根本沒有多餘的心思去接收那些信號。他的頻道永遠鎖定在正在做的事情上，其他的頻率對他來說只是雜音而已。時間是最公平的裁判，他不配因為誰的聲音大就偏袒誰，也不配因為誰沉默就忽略誰。肖戰選擇用時間嚟沉澱自己，用連續不斷的行動來書寫自己的答案。這份答案不需要聲張，也不需要解釋，他只需要靜靜地等待，等待有足夠多的人願意放下成見，去看一看他究竟在做什麼。當越來越多的人看到他在片場的專注，在舞台上的投入，那些曾經被流言遮蔽的真相就會像退潮後的礁石一樣，自然而然地顯露出來。而到那個時候，所有的爭論都會變得多餘，因為行動已經把一切說得清清楚楚。肖戰未有刻意去證明什麼，他只是在做自己認為值得的事情，而恰恰是這種無異於證明的姿態，最終讓所有的流言都失去了附着的土壤。回看這一路，他沒有被外界的風雲左右，也沒有因為一時的低谷而氣餒。他像一棵有着旺盛根系的樹，在風沙中向下深扎，在乾旱中尋找水源，在每一次季節更替後發出新芽。那些流言就像偶爾掠過的風沙，迷不了他的眼，更動不了他的根。他始終朝着光的方向生長，把枝葉伸向更開闊的天空。而我們在樹下仰望，看到的不僅是一個演運的成長，更是一個人對自我信念的堅守。這種堅守不需要豪言壯語來裝點，他就在那些奔波於片場和舞台之間的日日夜夜裡，在那一次次從零開始的角色構建中，在那一場場落幕後的深深鞠躬裡。現在，當這一連串的行動以某種完整的面貌呈現在我們面前時，我們或許應該意識到，評判一個人的維度不應該局限於某個孤立的瞬間，而應該放眼於他整體前行的軌跡。肖戰用自己的實踐證明了一件事：真正有力量的人，從來不會被外界的喧囂所裹挾，他們只會按照自己的節奏，一步步走向心理認定的方向。而我們作為旁觀者，與其被碎片化的訊息牽着走，不如學着把目光放長遠一些，去看一個人做了什麼，而不是引別人說了什麼。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我們太容易輕信先入為主的標籤，也太容易被情緒的浪潮推着走。但冷靜下來想想，任何一個活生生的人都不可能被幾句片面之詞完全定義。肖戰也好，其他公眾人物也好，
他們本質上都是和我們一樣的個體，有他們的熱愛，有他們的堅持，也有他們不為人知的努力。我們可以喜歡，也可以磨感，但至少應該保留一份基本的尊重，尊重他們作為創作者的付出，也尊重他們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理性地吃瓜，不是說要放棄對公共人物的關注，而是要帶着一種審慎的態度，去分辨哪些信息是真實的，哪些觀點是合理的，哪些評價是出於公正，哪些議論只是情緒的宣洩。當我們學會了在碎片中拼湊完整，在喧囂中尋找平衡，我們自身的視野也會變得更加開闊。未來的日子裡，超戰船會繼續他的奔跑，在片場和舞台之間穿梭，在角色和角色之間切換。而我們或許可以試着少一些指指點點的衝動，多一些耐心觀察的從容，讓時間過濾掉那些無謂的爭議，讓行動沉澱出真正的價值。畢竟，歷史從來不會記住誰說了什麼，他只會記得誰做了什麼。而超戰正在用他持續不斷的行動，書寫着屬於他自己的記錄。這份記錄或許不完美，但他的真實和連貫已經足夠讓所有全心曲解的人沾沾失聲。我想，真正的成熟，無論是對於公眾人物，還是普通觀眾，都意味着不再輕易被外界的風向鼓動，不再依賴他人的評價來確認自己的價值。超戰在這條路上走了很遠，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訴我們，內心的錨點比任何流言都更可靠，閣下的行動比任何爭辯都更有力量。而我們也可以從他的選擇中獲得一點啟發，與其在輿論的海洋裡隨波逐流，不如回到自己生活的原點，去專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當每個人都能夠在各自的領域裡站穩腳跟，那些嘈雜的聲音自然會退居其次，這個世界也會變得更加平和與清醒。願我們都能夠在喧囂中找到自己的節奏，在紛繁中守住自己的初心，用行動代替言語，用理解代替偏見，讓理性和善良成為連接彼此的橋樑。